即马愈来愈流行饲动物伴，伫咧澳洲也带动宠物旅馆的商机。不过有动物团体也呼吁政府爱赶紧来定出相关的安全制度规范，保护主人甲动物伴的权益。 画面当中的狗仔愈写，有亲像人遮尔大张的眠床，阁有电视，而且阁有互狗仔佚佗的游泳池。最近伫咧雪梨附近的狗仔愈写，锁定疫情了后，饲猫仔狗仔的人愈来愈多。业者讲，即马澳洲饲猫仔狗仔的人创新高，全国服务的产值估计有几啊10亿澳币遮尔济。毋若是照顾、活大，抑阁有美容行为训练甲狗仔的执照。 互早起去上班的主人会当甲狗仔送去上课，规日甲暗拢有人甲狗仔佚佗。Our goal is that the dogs come here and they're dragging their owners up the ramp to get in the building. 狗仔愈写的经理是强调，有的狗仔是耍甲无想要转去，只是讲这遮尔好的设备，无代表讲就一定安全。专家讲，即马若要开狗仔的执照，也阁有做宠物的义务，侪性只要办一般的商业登记，对着专业资格狗仔密度，这拢无全国统一的规定。 啊，若是狗仔甲人相拍，或者是咬着人，这往往责任是主人爱担。新南威廉斯省当咧检讨动物伴侣法，兽医工会甲动物团体拢呼吁，动物的训练日照，抑阁有宠物看护这服务，拢爱做管制。对着专业训练这部分，嘛爱定一个上佳的训练时数甲急救能力，才会使互宠物带了安心。 So you wouldn't leave your child in a childcare centre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o's going to be looking after them, what qualifications they have, and the exact same would go for a doggy daycare.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醒，了解狗仔的行为动作，抑个伫咧冲突的时阵，甲狗仔分互开，拢是正专业的行为。若是照顾的人欠训练，这毋若狗仔受伤，边的人嘛有可能受到风台尾。协会就提醒，未来应该建立全国认证资料库，列出合格训练师、日照甲活大的业者。 互主人一查，就知影讲即间敢有考课。 So interpreting animal behaviour and knowing when to respond and how to respond to modified behaviour is really high skilled, and if not done properly, there are real animal welfare and human safety risks. 伫咧新发上路进前，专家嘛呼吁主人应该主动问候清楚，这场地是安怎分，要安怎将原价到甲分互开，抑阁有员工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上好亲身到店内去行一转。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